可含冤你十年，我人竟成分后你，今日犹如梦初醒，怎会叫人哭伤悲？皇上。皇上量体事保重，事情已过无必伤。事关太后要心重，强求实在不可外用。不用，天子幻化当思面，无论国情也风情。此案你心了不凡，将卿如何管理？皇上，不用，其担任所在，20年前，老母有情意过怀，私下卡嫁，李某外子，火烧劈魂宫，行尸扣供人，以毒灭口。此事可是真正？哈，皇上，这个代志你拢知影？也安尼，这件代志是正实的。皇上，请赦亲切，弃君治罪。不用，赶紧平息，不要负罪之有。皇上，臣妾甲老王爷拢犯着冒认皇上为主之罪。什么？不用，也若安尼，李某外子的代志，敢讲父王拢总唔知影是？皇上，此事有关宋江的宫廷。昨年前，老王爷进京几啊摆，想要奏明先王，又搁无机会。有一摆，老王爷伫御书房，甲先王下棋的时阵，皇上，神输了。哦，哈哈哈！皇兄，你平时技艺高超，今仔日为什么哪会连输3盘呢？皇上，国家太平之年，风调雨顺，万民乐业。皇上不为国事忧虑，举步相当正通。敢讲皇兄你有忧虑啊？这皇兄，我看你好亲像有心事。皇上，臣有一事想要来请示皇上。皇兄请说。当年臣带调匹一甲殿下调征入宫的时阵，皇上为何不入调匹，乃入调征为做太子呢？哈哈哈！因为当初官人记着伊调征，我就非常介意。无错，这就是叫做父子有天性之爱。啊，皇兄，你伫咧讲啥物？皇上，先是讲父子本来就有天性之爱。天性之爱。皇兄，我听你伫咧讲话，好亲像有一点仔蹊跷啊。皇上，请恕罪。皇兄，你何罪之有啊？臣有欺君之罪啊！皇兄，你无罪，平身。皇上，其实殿下
这是皇上你的骨肉。这是怎样讲啊？皇上，殿下乃是新妃娘娘的亲生。皇爷，这是江河水起啊！臣确有欺君大罪啊！微臣的温何作要做朝阳？今世你把我太子，伊要害死迄个皇家属，东暗明明巧将你，要将殿下等落迄个金水池啊！这有一款的代志，乔祖夫人做殿下害，幸武丹人他安排，太子藏在迄个庄衙内，做受送到迄个南清宫来呀。已过18年，离神去君我救因殿，所造的故故，世世难言啊！文言有如。皇上啊，也事情已过，18秋也何事动乱，我在闹一步啊！可是老妃镜下，此毒气那如此行为，岂会可爱？一出事生来，也是将票我用是可笑啊！你往何事啊？再对求，我困求万岁，你就写书了啊！送性命。
家人数不灵啊，在红啊心灰，皇上，请你上诉。心灰，你死得太冤枉。皇上，请吃药。皇上，皇上，我必须死，我必须死。皇上，请你郑重用体为业。皇上，皇上，请保重啊！皇上，万岁！我连保重啊！我寡人若是两鬼创会了后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有道之君。
后事事望风兴，你着独自风雨，你个情啊，但愿天下平泰啊！来请，洪兄，保重，来请，来请保重，洪兄，洪兄，洪兄。神王就是安尼良归从海，所以才互老太后甲过怀逍遥法外。想袂到，李太后还阁伫这人世。如何？如何含冤你十年，寡人竟生不孝你，今日犹如梦初醒，怎叫人头伤悲？皇上，皇上量体事保重，事情已过无必伤。事关太后要心重，强求实在不可外用。不用，天子幻化当思面，无论国情也风情。此案你心了不办，将卿如何挂念？皇上，此事是有关当今太后，皇上你若是爱处理，必定爱慎重。若是无过怀的口径，皇上，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你心知影？皇上，你是打算如何使过怀伊招认口径呢？不用，李信想将这桩皇室强案交予宝卿去办，不知母后圣意如何？包卿一向为官清正，办案如是，不能将这桩的皇室强案办得一清二楚。